的奖项得以留念，还稍微很快一步，谢谢。这边呢，开低点来，这边来，开点对，开低点对，还从哪里拿嘛？对对，开低点对。对，好。久了，谢谢评审的肯定。这个奖要好，谢谢小猪姐姐。我们刚刚有听在您的感言里面有听到说，其实这个奖项对您来说很重要，因为它其实是肯定的不只是您一个人，它也肯定了您算是一整个家庭都贡献在这个节目里面，对不对？那我们还有没有什么就是对于这个节目的想法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的？其实做儿童节目就真的像粉红猪说的，真的还蛮辛苦的哈、所以其实我们在录制的过程当中，除了有很多的小朋友，然后还有其实我们也有很强的这个后置的团队，然后帮我们让这个整个节目让小朋友听起来会觉得更喜欢、更喜爱这样子。那您就这次得奖，那有没有要希望也鼓励其他的我们的广播同业，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可以跟大家分享？有童心的人都可以来做儿童广播节目，对，只要大家有心，那儿童广播节目就会越做越好。是，好，恭喜您，谢谢小猪姐姐，谢谢。